接落來，我哋來看一套稱音嘅題型。一套稱音本作文句理解、填空選測兩種題型。在做一套稱音之前，先同大家建議切對來看日本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。看過了後，將會清楚了解大概漢語詞彙嘅意思、正確嘅用法同假嘅寫法。比如講，像了下看到影片底部，就按到嘅漢語用詞，按到嘅漢語詞彙，大家係唔係做下都了解人哋嘅意思呢？比如講，4至146。也就是愛用順讀，愛讀能就是踩踏。比如講能緊就是踩着。影片底部嘅列句法，按將該草坪唔好入去能，意思就是這麼漂亮的草坪不要進去踩踏。做下同大家講到嘅係單詞，一下來看詞彙。將詞彙4至105個，夜向律格。夜向律格係乜嘅意思呢？就是袒胸露肩。比如講，佢夜向律格打赤膊，看到人來將吉吉拿衫來着。他袒胸露肩打赤膊，看見人來才趕緊拿衣服穿。安尼了解了冇？日本漢語能力認證基本詞彙嘅書，對大家來講係當重要嘅參考工具哦。還有聽書附近嘅 USB， 大家咪愛拿出來聽哦。一方面用聽 USB 嘅方式來訓練人哋漢語嘅聽力，另外一方面，人哋邊聽邊練習講，就是在訓練人哋漢語嘅口說能力。下個看一本書，唔會認識當到嘅漢語漢字，還有客家詞彙嘅意思，安尼一套稱音是冇問題咧，相信大家做下都識得，輕輕鬆鬆來通過漢語能力中國級認證咧。